第一个做事人吼，做事的人哦，向时啊做事的人，因兜的门口埕，这个时阵有一只家鸡仔，鸡仔创啥？夜头电视炉，电视炉，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对一阵鸡蛋啊，鸡蛋啊，配了啊，配了。 鸡仔吼，真洋气，足臭气呢！啊，你架势吼，安尼一个撇过来，哦，你娘话真正，雄雄因单有发现一个物件哦，伊发现着树啊堆内底有一个闪细细、哦金光闪闪、水气千条的物件尔。啥物？伊是啥物物件？伊欢喜啊，有大声啊喊。你大家过来看，紧过来看，紧过来看啥？这啥？紧来。哦，伊找着啥？因找着啥来？鸡仔吼，足欢喜哦，足欢喜嘞。我找着一个珍珠呢。哦，我来伊找着宝贝啊！着伊尖尖的喙真出来吼，甲金细细的物件夹出来，原来是主人拍无去珍贵迄粒珍珠。 鸡蛋连成的珍珠，哦，真正够欢喜的。不过吼，这个时阵的鸡仔啊，真失望。伊煞来讲，嗨，你是主人的宝贝，不过我认为一粒青啊比你搁较宝贵。咦，珍贵的物件，好简单，对迄有需要的人照路用。 知影你上宝贵、上可爱的物件是啥物？